Still， 上一集我講咗一個人點樣喺現實入邊生活，今集我想退後少少，唔講人，講一講一樣嘢一直存在但好少人望到嘅嘢。地下秩序。好多人以為地下秩序係亂嘅，係冇規矩、冇秩序、冇制度，但係其實越高風險嘅地方係越需要有秩序，因為一個地方如果真係亂，係唔可以生存10年、20年，更加唔可能日日都有錢喺裏邊流動。大家可以諗下，如果一個組織佢成日都出事內訌，佢點樣可以營運落去呢？答案係好簡單，佢有一套我哋睇唔到嘅系統喺入邊。而全世界得一個地方對地下組織嘅處理方式係特別冷靜，亦都係特別現實嘅，就係日本。日本唔會用啲好友善嘅眼光去睇呢啲組織，但係亦都唔會用道德高地去爭論係邊個錯邊個啱。佢哋只會在意一個問題：到底你係咪存在呢？如果你係存在嘅，我哋應該點樣管理你？所以你會見到一件好反直覺嘅事，喺日本嘅地下組織，佢哋係會用公司嘅形式去管理。第一，階級制度係好清楚，唔係講邊個同邊個兄弟啲，邊個同邊個熟啲，係講位置，邊個屬於抉擇，邊個屬於執行，邊個屬於淨係啲補替嘅角色，每一個角色都分得好清楚。個人唔係最重要，位置先係。當你走咗，個位仍然喺度，呢個先係系統嘅主體，唔係你中唔中意，係你做唔做到件事。呢三樣嘢同一間大型公司係冇分別。因為喺地下世界冇咩犯錯嘅空間，你喺公司做錯嘢最多係炒你，但係如果你喺地下世界做錯嘢，後果我諗唔需要我講。所以佢哋係更加制度化，因為制度本身就係用嚟對付人性。大家有冇發現一樣嘢？制度越清楚，個人自由越少，但係組織嘅壽命就會越長。呢個唔係善與惡嘅問題，係生存嘅問題。咁好多人問，點解有咁多人會加入呢啲組織？個答案其實係好現實，因為佢哋提供咗一樣正規社會好少可以提供到嘅嘢，係確定性。你入到去，你知道你要做咩，你知道做咗之後會有咩回報，你知道邊個話事。對於一個喺現實世界冇咩位置嘅人嚟講，呢一種清楚係好吸引。其實地下秩序可以話周圍都係，大家唔使一定望落地下，大家只要望下身邊嘅直銷制度、保險團隊、金融嘅銷售、公司嘅政治。佢哋都唔一定係犯法，但係你會感受到一樣嘢：階級、壓力、服從同埋淘汰。最主要嘅分別係有啲人着西裝，有啲人冇制服，有啲人着黑衫。管理學係唔會分好人同壞人，佢只會問三樣嘢：你個系統穩唔穩定？你嘅現金流頂唔頂得住？你嘅人可唔可以隨時替換？用喺邊度就會變成邊種結果。講到呢度，我唔係想大家去評價任何一個人，我只係想大家去問自己一條問題。我哋而家身處嘅地方係一個你睇得明嘅規則系統，定係一個永遠靠感覺生存嘅環境呢？如果係後者，大家會好辛苦，因為冇系統，所有嘢都係靠運氣。地下秩序唔係教你走入地下，而係提醒你，無論你去到邊，秩序永遠優先於道德。問題只係你想唔想睇清楚？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